今日来到走安客嘅太平洋，来到云林县哦，我来访问云林县中嘅长线人，伊能对一个客家嘅政策有用哪个想法？访问到係民进党提名嘅李金勇参选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其实客家电视蛮常访问到赵安客家乡亲，那其实我们觉得蛮厉害是，其实要让年轻一代愿意去讲客语，现在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常常访问到，就是还蛮年轻的一些小孩子，他都赵安客其实蛮流利的。那以您对在地的了解，这个赵安客家这个语言传承下去，你有发现到什么问题要继续来加强的吗？我想父母应该起带头的作用哈，在学校里面会有这些这个赵安客的语言的教导教学哈，那在民间有些社团他们也会去推动啊，但是最主要的教育的地方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非常期待赵安客的这些乡亲在家里面尽量用他们的这个语言啊，来跟这个家里的小孩子下一代大家作为一个沟通的工具啊。家里面是最好的一个传承的场所所以这部分我们应该持续的再来推动。县市政府在学校里面，他们也有在教导我们的小朋友这个母语的这个教学，这个是有的哈。那进一步的推动到这个家庭里面去，其实这是已经属于一种家庭教育或者是社会教育的这个范畴了我们希望主其事者不只是在学校教育这一部分，我们同时应该要考量到社会的教育，同时要考量到家庭的教育把这一块特别作为一个强调的一个重点。除了客家文化和语言以外，我想乡亲也很注重，就是整个生活的云林县的状况。以您发现云林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您希望怎么解决？当然了人口的外流那引起的这所谓的这个家庭结构或者是社会结构，老实说是有一些缺憾我们一直期待建立一个正常的或者是稳定的一个社会结构，那就必须要是家庭它本身就是健全的。这个家庭健全，我们定了一个目标，我们希望能够3代同堂。3代同堂的家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家庭结构，中间这一块现在就流失得很严重，我们要把这一块年轻人能够带回来年轻人带回来，当然他们以前离开就是因为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所以他离开了，但是其实他们在外地也不一定过得很好。所以在我们本地里面，怎么样去创造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其实我们是有机会的，包括这几年来云林县农业的发展，其实已经有很多年轻的农夫，他们回到云林，回到故乡，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作，这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进展那将来这部分还要再继续推动。当然，除了农业之外了云林县它在工业的发展的部分呢，它有它的优势的条件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的成本是比较低的第二个是我们的交通的位置刚好在台湾西部走廊的这个终点南来北往都相当的方便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妥善的运用这些优势，包括在土地资源的部分有很多这个台糖的土地，它的使用价值并不高的，我们希望能够跟台糖能够好好的恳谈，希望它能够释放出这些土地的资源就台糖本身来讲，他们也获益的；就地方的发展来讲，也有很大的注意。同时要发展农业跟工业，其实它会有一些互相汉格的地方，尤其是譬如说六轻，它是云林，其实它是很大的经济来源，但它也是很大的污染的来源。那这个中间要怎么去平衡？六轻它是一个离岛的工业区了那所以说是离岛跟本岛之间其实就是一水之隔所以它的这个营运当然对于这个本岛对于我们云林县各乡镇的这个冲击是相当大的那经济的发展你说工业的发展跟农业当然之间会有一些汉格的地方比如说六轻发生几次的公安事件在它附近的不管是这个养殖不管是农作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个问题要正视，这个问题也需要去解决了那除了六轻影响层面的这个范围之外，其实在比较靠近平原跟山区的部分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这部分是将来都可以作为发展农业，包括发展工业，而将来要引进的工业绝对不是会像六轻这么重污染的一个石化业
我们要的是高科技，我们要的是低污染。那怎么样叫做高科技？怎么样叫做低污染？其实这有很多的选择。不过在这里有一点我们特别要提到，就是说光电的这个产业是未来云林县要走的一个方向。光电产业那光电产业当然它这个污染的情况就会降到非常非常低那云林县有发展这个光电产业的条件因为它在全台湾里面，它是平均日照最久的一个地方每天平均日照有3个多小时所以说我们希望云林县它一方面又因为是地层下陷，有很多的农地它这个生产的状况并不是很好，耕作的这个效率并不是很好。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农地能够做有效的运用，包括有一些养殖，在沿海的养殖的这个区域那么也是因为超抽地下水、地层下陷他们这个使用状况并不理想。那么利用这些东西这些土地的资源来作为一个太阳能发电的一个设施的基地，这是我们将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类似养水种电。对，是的。这个我想云林县我们在下一个世代，希望除了农业首都持续的在推动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成为台湾的绿能的首都。您觉得您想做的事情在云林？你很想做，但是你觉得会最难的会是什么？最难的要先选上，选上之后是任何县市我想一个政府部门的这个施政的推动，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那这些困难里面，尤其是跟民意的一个沟通怎么样能够得到民意的支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个人的一个从政的经验就是跟这个民意的沟通的部分我是相当有心得包括跟民意机关跟议会的这个互动呢其实在过去我的施政的过程里面都相当的顺遂相当顺遂。所以你是执政者，就是必须要拿出你的诚意。第一点，你要真正的是要推动这个地方建设的需求再一个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牵涉到利害关系。第三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决心，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条件来进行来推动那么跟民众之间的这个互动跟沟通应该都可以非常的顺畅。